我发现你把这个工作当成是生活的重心。你天天好上的 sell， 天天 girl， 你的爱心、热情，还有活力，影响了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。そうでも。嗯。你要离开学校，我无意见。我就定会讲呀个。你话做还蛮讲的。迄讲哦，你喺追求真正的理想，想要离开，来送书赞成。但是，迄讲你喺知道自家做到唔好，想要走，也系模糊经验。我无希望哦，我妹系咧独到事情都无担当的人。做到一只教书先生，我要好好安乐你。好先生有的耐心、热心，你全部都有。迄讲哦，我喺廿学校的董事中，我会当欢喜按社会钱，做到得抢到按好的先生。唔是按感通，嘅好听的我讲脱咧，我讲唔好听的咧。啊，我咁做对无爱读，用无爱先留嘅难读嘅讲脱。嘅办教育嘅人，嘅当然要先讲好听的啊，学生嘅才唔会放定啊，爱好。是做咪？嘅做先生嘅，唔过佢几多岁，最有可能会做唔错事情，你冇想咁多。但是你要底后反省，最重要的要替自己找到放松的时间。你要逼自己逼体现，不团体啲冇。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治好病了，安样唔管做乜嘅条路，当做得长久，对冇？姑嫂，无反对，我继续读好教书。我要讲反对，也係講贊成咯。跟條解阿媽嘅意思。我的意思係講啊，我按辛苦，人妹學到睇，佢哦我冇關係，但是佢有最大嘅好處，開朗、樂觀、有自信。也係三隻優點。你莫插嘴好冇？我哦，我看到捱節節，唔記得自家嘅好處，幾日哦無言氣。我愛嗰隻有熱情嘅我妹轉來，對冇？你係愛看過清好嘅教作。下一擺哦，心情唔好，做冇卡來，我批你。我啲冇把人係食到最命命嘅。媽，
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嘛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后下。喂，最近好无？啊？好啊。东坡是真好。哎，金培元吼，户外教学呢，跟人通通走锵锵嘞。哦，系哦。来，地图我做下等。哎，来带你来一张地方啊，喂。一头啥？换人一新鲜女大仙女，欢迎你回来。有疙瘩啊！金针菇，嘅人生吼，所以遇到困難才會轉彎啊！我係冇保癌嘅話吼。我都唔知人生按珍貴，嘅普羅阿婆係冇實體兩隻生意呢，既然唔會拿咁多精神，放出了條無意識嘅生意嘅順風啊！我希望我嘅學員唔會變做伊心中嘅主角，但係我嘅學員嘅門呢，永遠是為伊打開嘅。阿公，你肯本愛再過一擺機會，學做一個好先生嗎？啊，冇安尼講啦，嘛嘅捱過本兒機會，係日本捱機會，而我想係學人哦，做好先生。真係哈，我睇下都等呢。快點來啊！係啊係啊係啊！快，叫我們走放風箏。快來！
我们先放风筝，快点，快放风筝，快跑，快跑！把这个，大家不飞。大万载。迄眼水怎么转来？都有暗号的嘛。有影係。水行行的啊，我挨断開呢，乜嘅事都嚟做啊。有時間。哎呦，我唔容易，鬼我容易啊！哎，我镇店之寶呢，哎呀，我遲早要給我搞會放嘅。好啦，來啦，來，叫我放風箏。背多唱成嘅嘢，自由也自由，唔可少呢拖。唔到用杯定開始。姑嫂，你这女儿辞职，有冇查？你係聽錯會讓女孩啦，冇錯。我影響你。剪断这个。靠背线断了。白痴哎，等我啦，哎。加油！打吧！打完了，打完了，走，鸡毛加油！打你！起來啦！嘿，等下俾你打到一樣啊！你還等等子呢？你別打，走起來了你！雞毛加油！準備好了，開始。你們加油！加油！有咩冇喊啊？你妈妈，哪了天數啦？哈？啊，唔是啊，唔是，會變好咧。安尼哦。嗯。啊，幾片哦？哎，唔是啊。哎呦，本來是有當緊張啦。哪位本你當緊張哦？哈？也沒有，咱本你當緊張哦。係哦。你用會點啊？給你都一樣啊，俺們是老俺媽的，窮人嘅嘛個用嘅呢。於媽媽，是的呀。哎呦，唔好安尼講啦。
应该啊，迄个老女公司里的呀。之前哦，我老到我自家买个就错，对你讲到有个无个，快谈个花，你莫想安多啊，啊！你係一個以後嘅先生啊，跟前你為我來做了安多。我安用讲啦，本来事后都唔关呢。我比你還較唔關哦。不過，因為安樣，安叫個心情，覺得較輕鬆咧。好像之前，當年心跳安尼扎扎，連東東個仔跑啊，伊就講啊，我較囂張的呢。拢會佇東東才知跑啊？就天天唔着閒啊。安尼哦，出到老幾較群咧啊，像朋友樣誒。真見同好，我睇人都歡喜呢。啊，嗰條路呢，唔是講去上海嘅片咧。出幾條安多做嘛咯？我以後哦，要好好做人嘅阿妹啊！我請了一個拍拖嘅事啦，阿娘就做啲老東東，叫他做心理諮商嘅呀。難怪，一報嘅哦，東東心情都好呢，但伊就笑眯眯哦。真嘅啊？媽，這是當然嘅啊！我隔天哦要做件事哦，聽說要做到同好嘅啊！你嘛，我遐都沒有路上哦，我係白骨魔女呢。東東哦，將去騙手以後，個 team 哦就本眼，秒殺佢咧，秒殺哦！小杨，还我啦！阿爸，拿拐杖，拿杖，超点有吗？有吗？他妈的，减肥的人没有权利行动。哦，画好，不要画了，吃着我。哎呦，快打！喂，是呀。对。阿达，不要骂他。阿达。我爱好和平。送我一上来下。我是年轻人，叫人动起来，叫人动起来，不管年轻人。
各位太子家听好了啊！两摆出去老人比赛，有输有赢，但是呢，你就啥个阳光好人的代表，也系阳光好人的精神啊！你就啥个教练啊，来后上哎，平常用班教义，你就用班表现出来，哎，千祈唔好轻轻踩踩就放落去哦，有看到冇？有。金海有。喂好，去。来，加油！出发了，加油啊！出发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嗨哈！哎，注意哈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那么久的训练就在这一刻了。等一下上台啊，放轻松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一个念头把对方干掉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来，来。阳光学员，加加加！放松打就好。哦，180你也打过，对不对？拿刀你也打过，放轻松。不要杀了对方。赢要赢得漂亮，就要化一下妆啊！我来啦！干嘛化妆啊你？救命啊！姓刘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，拿一点对小眼。别闹，别闹。教你，跟着我一起练。运动员进场，这里，立举，预备，开始。选手已经丧失战斗意志，是不是要弃权比赛？不行，你可以的，大家有大家。教练，请把握时间。好的，你们要不要打？好，我们继续。报告教练，如果再一次这种情况的话，裁判长有权直接没收比赛。好，谢谢，我知道。确定？
棒，最棒！加油！开棒，最棒！相信自己。对，加油！开始！我放过去！太多了吧？哎，我有。哎，你看，他说林嘉欣，你是散打界的少男杀手，散打女神嘞！超爽的，怎么样？是你的，你丢回来。阿达，你看，他说你很可爱耶，而且叫加油。你看看我的，好可爱的贴纸哦，粉丝一定超爱你。哦，辣妹要跟我交朋友哎！真的假的？对呀。太丑了，这什么东西？来在一起呗，在一起，喜不喜欢？多爽啊！哎，有没有送你答？瞬间一堆女生烦死了。哈哈，一场散打比赛第1名都逢审都落起来啊！哦。看你们高兴那个样子，哎，我看啊，哎，我送你们到少林寺去训练一下，好不好？搞不好可以为国争光哦。吃屁！哎，说不定我们学校出一个，哎，李小龙啊，对吧？是成龙啊。成龙想太多。伟志，洪金宝喽。雷猴啊，雷猴呢？来，你们两个呢？唔知啦，先看再说。記得三馬按叫哦，呀，他縱身有影寬的，都是那個團體呀。哦，按你哦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明日之星呢？几位？哎，金毛，你上報紙啊！臭屁咯！那你要幫我們簽名？帥翻了！哎，金毛，我要報名當粉絲。你不要。好兄弟，以後紅了不要忘記我們。哦，沒關係啦，這一次可能是因為運氣不好，也或者是對手實在太強了，下次有機會。哦，總之呢，恭喜大家進入全國總決賽，所以從今天開始，我們的練習都加1個小時。哦，肚子痛。哎呦，我的腰好像有點走位。哦，腰酸背痛。哪里走位？休息1個禮拜會死哦。我不會死啊，你們只會變得更懶惰而已。啊，把那些信有的沒的看完之後，準備開始練習了。啊，這樣。手好酸。還裝呢？看信都會抖。肚子好像也痛起來了。快點吧。你們3個人報那個啊，送葬哦，還有那個臉。哎，能快一點吶！開心點，開心點。哦。慢。我跟你們說啊，你現在準備時間越久，等下就練越長。快點，東東搬地墊，站着睡着哎，你天才。喂，小朋友，好久不見。好久不見。哎，你什麼時候長鬍子啊？咪咪。對呀，看到你真好。哇！你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呢？我還好。你還好？為什麼？沒有，就又回來學院。是有壓力很大嗎？你這是教他們呢？怎麼看起來怪哦？哎 ，hello。嗨。您真大方。哦。嗨。哎呦，咪咪呀 ，Long time no see。哦，本当に綺麗なあんちゃん哦。哎，高雄啊，你看马莎罗嘞。哎，主任，你怎么还没有被辞职啊？
你要请我啊？哎，你现在准备考大学了，对不对？最好是了，我不是读书的料。哎，咪咪啊，你用我上到复眼间，你又走了也好眼看来了啥，很好呢啊？没地方住啊，借住一下哦。啊？借住一下啊。来到这边住哦？对啊。那你有没有问你爸爸？哦，不是就说住一下吗？你不留我走了。哎，咪咪，你老后讲嘅话，你是唔是很认真啊？你听才讲讲啊。哦，阿公，我一直要跟你说啊，就是我超怀念上次我在学校露营的感觉。哇，露营哦。还有那个，就是你煮的竹笋汤啊，还有烤肉。那个都简单，前面就时间来做农那些就好了咩？露营啊，好，帐篷啊，帐篷，好，你去引波子吧。等这边帮我一下。对，这边把它插进去。哎，断了，它断了，在里面断掉了。那咪咪哦，你都个笑乜解？伊哦，今朝有乜嘅目的？佢以為乖乖。你看一下啦，还没吃到，你懂得发毛讲。哦，一隻神橋講咩啦？哦，一什麼呀？安物嘅都變物嘅，你看，愛露營都變露營。電海啊，佢講啊，水人房間啊，神橋講啊，喂，喺攞佢講下水哦。阿公想啊，應該把人哋強用，你先留下啦。喂，上帝你話幾時？咪咪啊！哦，俺买东东你好吃个东西啊，俺臭呢，一听我让你好好不完嘞，还相信嘛个哦，吃餐一讲。喂，来头啥？注意堂啊！俺今每抢到一位特别的太厨，大家我嫌弃丽美。丽美阿姨好，美好。喊俺丽美就好。哎，你们讲错了啦，她是你们的师母啊，哈。师母啊！师母好。哎，但他是烤肉啊。烤肉。阿公饿死了啦！谢谢阿公。喂，你叫啥？要火一看忙得会啊。哦。火焰芒烤肉呢，也好吃。好吃吗？啊，多加，哎，快上忙对吗？谢谢丽美阿姨。哎，我把这个放那边。哦，然后也记得种个香菜。还没。哎，我们还没有涂胶，赶快涂啊！我们会注意啊。好，我那边还是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咪咪假爸用会讲，假爸讲哦，咪咪嘅事情是在老弟讲。枪会暗用咯。咁么多教父卡嘅神法唔可以查讲，崇拜毕业典禮，伊副看你來，感覺到伊好啊，也用會變到安尼咯。咪咪本來就較剛好啦，假尾個神個後。假巴再個頭，咪咪就留後海唔下巴，將手記酒你夾出走，無前後事佢就買檳榔。假巴講，一開始佢很會去尋咪咪，我想到咪咪哦，經翻條路啦。後背，佢返去酒店上班呢。他爸幾乎要放棄他了。哎
续。好吃哈，阿公，阿公这里还有很多，你多吃一点啦。哦，汉腔啦，哦，那烤肉，哦，拢好。哎，来，你还都还没吃到哎。哎，唔少鱼啊！哎，大家赶快来吃啊！唔少鱼。我先装一个。哦喏，你无限几日，你无食到嘛个东西用可以赚。唔怕啦。我记得吼，你泡茶是一般的啊。那根本也忙许多年茶呢。来，来帮我们泡茶。好了，到处跑啊。就要干脆反正你今天就没有，反正我最近应该会住在这边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所以你们都住这附近吗？哎，你妈哎，哪位生？哦，你也住这边？对。是哦。冇叫。哎，那你们来这边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怎么都没有吃？我有没有男朋友？你猜呀？有没有？猜猜看啊！那你们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啊。没有女朋友，真假的？骗人！真的没有啊。嘿嘿，好讲得来咧。哎呦，你未泡嘅茶，我老公啊，哎，享有个回甘啊。安强哦。哎，像个安健肺嘅什么诶，我老公讲，迄马沙迄土豆哦，做好命咧。好啦。来，试茶啊。哦，嘿。告诉给后船还有事情啊哈。哎，金针菇，客官去处理一下。好。那干事情啊？迄都提啦。你都提过来啊。好。校长唔是按摩喊啦，你也茶按头式，来，先滚一下，试茶。等下。唔嘛嘅等一下出人摕嘞啊！哎，那抢唔通还是会罚钱哦。有用冇啊？哦，阿公，我先来去了。啊？有事情唔站起来啦。好。校长多么礼貌呢！人家什么样的太太风风，煮茶抢一身，你穿的洋洋小小嘛个意思呢？啊？唔对哦。唔好再老爱青菜调味啦。嘛个青菜调，嗨，你也唔想看那年纪多细呢？啊，传宗接代是你嘅责任嘛。系啊。那系自家嘅事情啊。哦。唔啱看哦，想看哪个？咪咪嘅事情你用甲啥？咪，唉，这社会哦，在外边总系惹麻烦。你下摆佢啲度，做人系好人，算佢聪明，你喺佢抗命嘅地方最安全呢。阿坤哦，一到细来嘢哦，唔好留下来撸养啦。有。咪咪太受欢迎。伊讲嘅茅草，佢每一只为我好人毕业出去学生，我都希望佢安尼平平安安啦。他那俩是自家骗自家嘅事情，那有可能讲伊毕业出去，所有嘅事情就解决了，有冇？男同学们，东西收一收，回家了。啊，快点。我们搭了半天帐篷，不让我们住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今天改成女生露营了。好，东西收一收，回家了。把自己东西拿一拿就可以回去，这边我来收。快点。他妈的！妈的，我脚船搭整天帐篷，妈，你先赶我走。那个阿达，等下你扶他。啊，好了，回去了，快点。快点啦！好吧。听话。那拜拜哦。拜。
用爬的啦。高条，我昨无去露营，我老小平，我去见风水。哦，拜拜。拜。哎，小冰头，那晚上陪我聊聊天嘛。哇！穿着会冷。哎，谢啦。晚上这里风很大，你干脆睡我房间。睡你房间？很害羞呢。没有想太多啊。你睡我房间，我睡办公室。不要，我睡帐篷。你为什么硬要睡帐篷？很浪漫啊。浪漫在哪里？有星星陪。刚好想我吗？喂，维龙，知道你在里面出来啊？喂，喂。请问你是？叫咪咪出来。有事吗？我要带咪咪走，叫她出来。开门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是学校。学校怎样？不是你说开门就能开。学校怎样？喂，你到底要缠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可以走吗？滚了！干屁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他像是我男朋友。干，你这个破吧！告诉你啦，你再回来你就欠打啦！他这里的老师也是散打教练，干！学姐，那个人还会再回来吗？他哦，哼，他俗辣啦，他才不敢再回来嘞。而且回来的话，我们也不怕啊。小平都那么会打架，打死他最好了。万一小头出事情怎么办？你要负责。哦，你也是俗辣是不是？你才俗辣啦！你干嘛拖教头下水？有种自己出去啊！躲在这干嘛？哎，我关你什么事啊？丢屁啊！你想怎样啊？你来学人就干我事的。怎样啊？怎样啊？上讲架是不是啊？你开始是不是啊？白痴！你们两个先上去睡觉。操俗辣！操俗辣嘞！哦，快去睡觉吧。刚出头姐是谁？好。啊，刚不是说过了吗？是普通朋友啊。普通朋友。对啊。你不讲实话，我们帮不了你了。好啦，就我上次啊，我就不小心喝醉酒啦，我就跟他睡过1-2次而已啊，然后他就一直缠到现在，还害我被房东赶出来。
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你是不是偷他钱？哎，交女朋友难道不用花钱吗？之前的男朋友呢？毕业的时候不是还蛮好的吗？好个屁呀！你们男生不睡过女生都一样吗？那你自己呢？之后打算怎么样？我先回去睡。学姐早。哎，学姐起床了，起床了。没有在这里。这一间。学姐。学姐起来喽！起床，学姐。起床喽！学姐不用穿衣服啦。地震喽！学姐快点啦！不是可能的啦，已经起床了。我刚好像有听到有人在厕所。讲色批含成呢？哇，上面有人看你就不爽是不是啊？卖淫穷啊，烂货！什么烂货？你有种再说一次啊？烂货！你上次怎样？你怎么样推屁？哎，你推那个用力是怎样？你上次怎么样啊？不要拜托赶快，下次咱有没有水准你？你还没走开啊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打架没？怎样？打！拍你哦，打！再推！阿达！小屁啊你！小杨！拍你啊！阿达，继续！打架！废物！要不要我右手让你？右手让我，我右手让你差不多啦，少那么大话。想打就好好打一场，打完之后两个都闭嘴。那我知道。哎，先开始啊！开始。学姐加油！打他妈的！干！去死吧！怎样？装什么死啊？等一下，不是很厉害。哎，怎样？退后。你们怎么样？来啦！你退后啊！明明还好吗？我在装哎。我扶你起来，小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，可不可以？慢慢来，先去旁边休息啊。姜老师。哎，金针菇，校长哎，你上班咯？丫头去开刀啊！医生讲哦，迄子宫外孕已经有40年嘞。哎呦，你也戆嘛是，你用要变安尼咯？阿公。啊？甲爸讲，顶下要来看见呢。阿莫安尼，二两三先转你好言啊！我迄拄到甲爸爸吼，我当来好好来伊讲啊咧。先坐椅，来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呢？你要我讲几遍？干你哪有嘞？我看到 Michael 来请，你用啥好的吼？好有动刀种啊，爱到嘿。教练，这样学门的安全我会负责，放心。OK， 我相信你。对
多重生的夜，自由呀自由，不可少离途。沿途所嘅人来自，汉江归唔得。